聽到呢首歌都估到我哋準備去睇《尋秦記》嘅電影，相信大家睇呢套電影之前都狂追返以前嘅劇集，我都唔例外。我用咗幾日嘅時間追返40集。今集好簡單介紹一下我哋由 Newcastle 去 Durham 嘅時候，泊車泊喺邊度，去到個攤有啲乜嘢食，呢一間 Odeon 嘅戲院又係點樣。每次我哋去 Durham 多數都係泊呢一個停車場，叫做 Prince Bishop's Place， 因為呢個停車場係最容易去到個攤，而呢個停車場亦都好整齊，走嘅時候亦都好方便。當你入閘嘅時候，你唔需要撳張飛出嚟，因為佢哋係會用一部相機去掃你嘅車牌嚟做一個記錄嘅。當你走嘅時候，你亦都唔需要用張飛嚟俾錢，因為佢哋會有一部機，你只係需要撳你嘅車牌 number 喺部機嗰度俾錢，咁你出閘就會好方便。同埋呢個停車場嘅收費比起 Newcastle 平好多，可以睇下呢個價錢牌。呢個停車場亦都會提供俾電子車充電，而充電係要收費嘅。另外去 Durham 嘅原因係因為呢個攤都有好多餐廳嘅選擇，亦都好方便，環境亦都好好。睇完戲有時間或者食完飯都可以喺河邊度散步。由 Newcastle 去 Durham 如果冇塞車嘅話，正常半個鐘頭之內一定會到。如果唔揸車，都可以由 Newcastle Central Station 搭火車過嚟 Durham， 都只需要10分鐘。來回車飛嘅價錢大約係7英鎊。講返我哋睇《尋秦記》呢個話題，呢套電影唔係每一間影院都會出嘅，而喺 Newcastle 就有一間叫做 Tyneside Cinema 就有出。不過我哋呢一次就選擇咗去 Durham 嘅 Odeon 睇呢一套電影。因為 Durham 呢一間 Odeon 呢嘅座位係坐得舒適啲嘅，同埋感覺上比較都乾淨啲。而且 Odeon 嘅 nachos 呢都比較好食啲，所以我哋平時就算去睇戲呢，我哋都會特登揸車由 Newcastle 去 Durham 呢一間 Odeon 度睇。買戲飛而家都直接上去 Odeon 個網頁買。我哋買完之後，佢會 send 一個 email 嚟 confirm， 到咗戲院嘅時候就會直接喺呢一部機度確認。入去戲院之前會有人喺你部手機度掃個 QR code。要補充返一句，其實呢一間叫做 Odeon Luxe， 係因為佢嘅座位同其他 Odeon 唔同，每一個座位都有一張可以轉動嘅台仔俾你放嘢食。另外佢張凳呢亦都可以調校嘅。另外佢嘅設計呢就係一 pair 2張，同埋張凳都闊落啲，所以感覺上同旁邊座位嘅陌生人都唔會太過貼近。而呢一間 Odeon 嘅質素同埋座位嘅舒適，張戲飛都只係10磅半英鎊，我覺得都算抵。入到場其實唔算多人，但係好明顯有好幾個都係香港人，又或者係亞洲人啦。最出奇係坐我隔離有一 pair 男女，佢哋係英國人，後面都仲有一個英國人，唔知佢哋係咪之前都睇過40集嘅劇集呢？定係佢哋只不過係好奇想睇下香港人嘅戲係點樣呢？大家對呢套戲嘅感受又係點呢？睇完戲之後，我哋就去食個下午茶。通常我都會去呢一間叫做 Treats Cafe and Tea Room。呢間餐廳有 lunch 同埋下午茶食，有漢堡包、沙律、甜品、pancake、蛋糕、咖啡奶茶。呢間餐廳嘅裝修好英式，好舒服，同埋都好乾淨。因為頭先喺戲院都食咗 nachos， 所以其實都好飽。嚟到呢一間，我就想坐低飲杯咖啡，食少少嘢。我就點咗呢個 tea cakes， 佢係配牛油同埋士多啤梨醬，簡簡單單都幾好食。食完之後，其實天都黑啦，係時候要返屋企。今集就講到呢度，下次有機會我會再嚟 Durham， 仔細啲講下呢個 town 有啲乜嘢行。多謝大家嘅支持，下一條片再見。